向今好，欢迎收看全民大会。了特别是推动是南屯区嘅水对市道，看到我协会嘅新系统有150年嘅历史咧，街道福建省改片上流嘅行业累到了特别亏欠咧，所以了个市道也系推动是第一届婚姻亏欠嘅客家市道。才第几面希望了了特别现场电路变做历史市道，不过佢未来嘅发展系有可能嘅么？全民大会当讲累到了亏讲堂大家意见，一定了下两批市道亏负嘅现状。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嚟下到呢度开会讨论嘅现场，喺呢度秒偏签吼，大家错到呢呢。佢話關心就係了解推動是體界，喺呢做咧講係最早開發嘅客家種頭，了解水對市道。南擺就有可能會變做了中推灣地區體扎嘅歷史起落麼？喺呢先條個樣片，個繼續對深入討論。且來來去去嘅台中南屯有一笪點稱嘅社區，老建築同老樹凝集定居民同過路嘅人客。此落建築係一個回屋形式，兩邊各有一間貨房橫屋，回到後背變做一個模式型。呢一片係有300萬年歷史嘅村落，按做水對社區。它在整個南屯區來講是這個最老的聚落，它是刘元禮那個原子在這裡奠基下來的他把這個村莊建成為一個客家村莊的一個特色這一個整個聚落呢坐落在南屯跟烏日的中間的一個田地的中央所以這個村莊是有它的特色。對建築格局到發展背景嘅時水對社區用環境嘅描述等鮮明開山大拿嘅開墾生活同文化價值，就像宮廷嘅堂號，本來應該係上流嘅彭香堂、沙下等神祭堂。他是希望他的那他後代子孫呢，能夠像繩子一樣綁在一起，就是努力團結在一起。歷史同文化嘅意義，本留給後代子孫希望，唔單止只有宮廷同房屋，登錄咗四天古蹟，係規界0.8公頃嘅社區，弄實在登錄咗村落，有發展嘅地位。我們這個水對聚落最其特色之一，就是我們整個村落有50幾棵的老樹，這些老樹都是見證了我們先祖在這裡耕種。在這裡種植，在這裡居留下來時候，所與村民共同生活留下的一個最大的歷史痕跡。所以我們是希望說政府能把這個聚落呢保留下來。目前除了社區地保嘅陸上地主，希望將社區登錄做村落，境內嘅其他人士也贊成安尼嘅想法。本地方嘅文化資產有更加象徵性嘅意義。也是經過那麼長遠的時間而形成的，那個就是無形的資產。如果你聚落沒有形成的話，好像也是不是很好啦。登錄村落係文化素養嘅表現，也有指標性嘅意義。因為目前到中台灣來講，係咪有社區登錄做村落？水對社區經過10萬人嘅認錯同努力。其他套登錄村落列曲作為暫時性嘅成績，在市政府同認證行可能含少一條元素。另外要居民、地方人士、文化工作者同公部門共下潛強勢，本文化資產用更加無強權嘅方式傳承同保護。具有歷史性的聚落在高度開發的台中市，有沒有可能被保存下來呢？又要怎麼保存才是最好的？今天來參加的來賓有哪些呢？為大家介紹。首先第一位，我們介紹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文資處的處長湯國榮，湯處長好。主持人、各位來賓及各位鄉親，大家好。
欢迎楚总，请坐。第二位来宾呢，我们介绍是侯杂盖腿表，我们是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维护所的副教授李业正李老师。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线上抢凑。提上来宾呢，他是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黄庆生黄老师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欢迎请坐。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哈，甚至是我们录影的这个场地，都可以看到，其实在过去早期台中市它在农耕社会所做的一些开垦的历史的哦。刚刚我们透过影片，我们看到南屯的水队聚落作为一个台中市最早有汉人开垦的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那看到水队聚落就是在我们的南屯区里面，最早呢就是在300年前左右，就从福建漳州省南靖的这个刘氏家族来到这边。那漳州省呢，其实很多都是火楼郎，那有一部分是客家人。那这个刘氏宗祠其实就是客家人，所以来到这边有最早一个在台中市开发的客家聚落之称哦。那我们再来更聚焦一点好不好？南屯区的水队聚落，刚刚在影片看到的这个，希望能够把它变成是中部地区第一个的历史性的聚落。看到刚刚我们的记者有特别介绍到，乡亲们可以透过看到这些猫字形的，这就是客家围龙屋的建筑特色哦。那看到这白色的呢是铁皮屋，经过了将近100年、200年这样子的开垦迁移历史。过去很完整的围龙屋，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改建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将来它的面积会越来越萎缩呢，还是可以透过在地的呼声保留，让它有个新的方向。那今天在座的李业正老师，他对这一块的文史研究是相当的了解。老师，我可以先请教吗？从一路上我们看过来哈，过去从中国的原乡来到这边开垦的这样的刘姓的客家宗祠。现在在经过了150年的这样发展以后，留下的神济堂跟这个周边的这个护龙，现在对当地居民来讲是希望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你对于这样的看法，觉得这个地方在现在高度开发的南屯区，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可以先做介绍的。这个水队聚落里头的刘家，他就是在康熙初来到台湾的刘元乙的后代。那如果从那个时候来认定的话，大概已经有300年的时刻了。那从现有的建筑物的一个留存，我们大概判断大概是在这60年到100年之间，一种我们在地的一种风土性的建筑所盖出来的。那它很确定是一个客家的聚落。那它的完整性算高还是低？其实它自己本身在这100年里面，它发展了3个合院，3个院落，从神济堂到素仙堂，一直到那个善德堂，对，这3个很清楚的。那这个它跟刘家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发展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脉络。所以我们从历史跟家族跟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见证客家人在南屯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聚落，所以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轮廓，赵老师这么介绍，其实还蛮清楚的哈。那就要跟各位乡亲介绍了哈，它的发展的脉络轮廓清楚，但是事实上呢，在这实际上开发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铁皮屋也盖进去了哈。那我们看到像这边过去它有个潜艇。其以前都是蓊蓊郁的老树，不过也都砍除了，这个地方也已经不存在了哈。那现在的在地居民呢，其实水队聚落在过去呢，将近10年以前，地方上就自发性的组成的一个组织，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所以在5年前，在地呢就把这里开始做活化，其实已经也做了很多年。现在在地方居民有主要2个诉求啦，提出两岸对文化局希望把这里做一个好好的保存。第一个诉求是，这个将近有150年他们的正身，这里是公祠的神济堂，可以登录为市定古迹。第二个送案的诉求呢，是不只是希望保留作为市定古迹之外，这2边的护龙，其实它的形式像李老师介绍的，还相当的完整，它的结构还是很考究的哦。希望能够把它登录为将近总面积有0.8公顷，作为是历史聚落。请教一下我们文资处的处长哦，0.8公顷的面积在历史聚落来讲，其实好像不算大，与其说是聚落，好像不如说是庭园而已啦哈。不知道这2案送到文化局，目前你们这边的观察跟做的一些评估是什么？登录为聚落的一个部分哈，这个经过我们2次审议委员会的一个
审议的一个结果哈，是没有通过的。没有通过的理由是什么？那没有通过的理由，大概刚才其实主持人自己有提到嘛，我们登录为聚落的话，大概会有一些指标嘛，包含它一个聚落纹理的部分，包含它的一个历史纹理的一个部分，还有包含它的一个建筑群体，还有相关设施的一个价值性的一个部分。那您先说到历史纹理，我这边先打岔请教。刚刚李老师的研究跟了解，认为这历史纹理跟脉络是存在的。那这对我们文资审议委员会的看法是不谋而合，还是觉得它其实程度上、价值上有所落差？那就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是。那其实主持人刚才讲过，目前现况它有一些那个跟我原来的一些历史纹理其实是有一些不大一样的，还是有所变更了，那不包含所谓可救了。的一个建筑物的部分，也有铁皮屋，跟所谓的那个传统客家的一个住宅的形式也不一样。是。那再提到所谓的一个建筑的价值性、艺术性，或是说它的一个装饰性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其实它在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那么高的。那最重要的是一个历史聚落，一个聚落的一个登录，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机体的，不是说我文资法规定我就是建筑物跟它的一个附属设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个人会认为说那是文化景观呐。历史建筑可能因为受到开发的压缩，它保留的没有那么完整，所以光是在景观上可能就打了一个折扣。那还有呢，讲到在地居民他们的共识度，是不是大家意见都一样，可以来支持活化这个历史聚落呢？黄庆生老师，我就要请教哈，其实水队聚落在过去有地方社团来营造，已经营造10年了哈，在地方上的共识，这个提出的0.8公顷。大家的心是看向同一个方向的吗？我们现在0.8公顷是后来不得不在2年前缩小了范围，缩小就为了避免要反弹增加所有权人，大部分是刘家子弟跟姻亲，所以才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认同的比例。可是这个当下，报告处长，我们文资处做出了调查意愿调查表的时候，只有把所谓聚落的权利义务送出去。我们因为瑞成堂而抢救成功的。缔造了全国台中市唯一的2个奖励办法，并没有给所有权人知道。资讯没有够完整哈。所以那个最近2次的公开会，处长应该也都知道，本来反对的那2、3个人，最后他们知道我自己花钱印给他们知道以后，说原来我们的权利都有被尊重到啊，那我们就。没有反对意见，尊重文化局的决议。好，这边我先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黄老师提到瑞成堂，各位乡亲如果记忆犹新的话，2001年的。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我们台中南屯区的瑞成堂，它保存相当完整。在9月9号的时候，市政府把它指定为市定古迹。很讽刺的是，9月20号没有几天，怪手就开进来，一把就把那个房子给砍了、毁了哦。那再这样子，等于是挑战公权力，已经是指定为市定古迹的建筑，还是有本事开进去来毁坏。那当然，现在市政府在去年年底也正式整修缮完成了。所以黄老师指的是这样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样高度开发的市政商圈里面哦，这样子的建筑物跟历史聚落受到那个空间的压迫越来越少。关键在于地方的地主对于他这个老房子跟他们所居住的历史聚落对他们之间会产生的影响，到底了解的完不完全？这个权利跟义务他有知道几分，然后产生多少对应的支持度就很重要。那我就请教在地的乡亲哈，刚刚我们的黄老师说，其实这部分哈，虽然有很多的投资客已经来这边买卖土地的，不过还是有在0.8公顷里面，这个范围比较小的，还是很多是我们刘家后代，或者是就是世居在这里的乡亲。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也是这样子的代表？你们来跟我谈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请举手。这是我们的文化，是300多年哦。像那个世德山庄，也是兄弟不和，也是拆掉了。哦，这样你就觉得很可惜。对咯，住得很习惯然后。南屯区只剩下我们这个神剧场。希望市政府给我们保留。是。给我们下一代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观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谢谢你，请坐。好，那这位在地的先生是不是也有意见要表达呢？竟然为乾隆到今都已经保留落来啊！
我家己本人嘛是原住民，吼，都伫遮都嘛住遮久啊，吼，是讲吼，拜托祈求，吼，咱这个做长官吼，市政府啦，吼，也是讲做文化局这边，吼，甲阮各互阮留落来。江庆洲江先生。因为其实过去在这个水队社区的经营，你一直都是在出力，然后心神都放在这边。我先请教好了啦，哈，在这个地方，刚刚处长提到，你历史聚落如果只是图存建筑物而没有人的经营维护，那等于还是死城。所以他觉得人的活力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可以请教一下吗？在地居民支持活化历史聚落，甚至是古迹保存的人，他们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那这几年来的发展，你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借这个场合跟我们说明一下吗？我们看到聚落登录这2次只有开一次性的公听会，这个很可惜。我们一直期待是不是可以开第2次、第3次？然后我们来看全国第一个客家保存区新华屋，当时候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把人全部赶出去，现在政府要花钱，要请居民回来住，不可能。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刚整修的士林古迹瑞城堂，当时候我们也呼吁，是不是能够启动修复式的古迹见习？可是现在硬体空间已经整修好了，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其实蛮期待，透过水堆聚落的登录，让文化资产活化。可是这个很可惜，我们一直看不到。那我先请教一下，其实我们现在的文资法对于历史聚落的这个定义来讲，如果将来登录为保存区，它看起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因为好像基本面上它就可以减征50%以内的这个房屋税，还有地价税，这些都有。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一直在呼吁，登录聚落有什么优点、缺点要讲清楚。然后这个是对我们一直跟官方是这样的阐述。反过来讲，我本身也是在地的居民，其实包含我们刘家的后代跟现在的住民，其实登录聚落只是一个开头，其实最难的是在后面活的聚落的产线。所以大家也去想一想，要保留什么？这个是我10几年来一直在呼吁的。如果没有这个，你登录聚落，我认为那个实质意义不大。是，老师，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哈，登录历史聚落，其实我们就要强调它是对在地是能够凸显在地特色的，然后历史的纹理能够被保存的。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到底被登录为历史聚落，对水队在地的居民来讲，除了说可以被划为特定专用区之外，没有再更详细进一步的解释的，究竟它对全民，就是住在里面的人来讲，它的影响是什么？那对于住在水队外面的人来讲，水队聚落化为历史聚落，对他们又有什么差别呢？在我们的文化资产的这个指定跟登录里头，有两个差别，一个是古迹，一个是历史建筑啦。那事实上，它的文化资产的身份的差别，它后续的一些的管理维护跟再利用是各有各的形态，但是在文化资产上来讲，他们都是文化资产。可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它会涉及到跟所有权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跟相关的义务的关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非常可惜的是，就是说我们台中市在面对这些老的农村社区，或者是在一些新兴可能要有都市重化的这个区里头，它所进行的都是一种铲平式的都市重化啦。铲平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周边的这几个单元就会看到，就是它会把原来土地里头的纹理全部毁灭掉，就是旧建筑都先铲了，我可能就盖新大楼。那所以刚刚阿啾他才有提到一个，在台中市其实用了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用都市计划里头的公共设施把它设定为公园，那设定为公园的时候，它就变成公共设施。对于原本的土地的所有权人来讲，他的基本的土地的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在都
那个土地重划里头有一个叫做拆除奖金，那个拆除奖金就是非常的吊诡的，就是希望那个房屋所有权人自己把房子拆掉，把它变成平地以后，他就可以领奖励金。所以这个奖励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的老的土地纹理上面的所有的东西全部会拆除。好，所以这就是这10几年来、20年来台中市的都市计划，不断的让台中的现有的这些原本在农村里头有很多很多好的这些文资的纹理，或者是可以成为文化资产的东西，一一的被铲除。如果是从开发角度切入的话，那这样今天看起来这个水对历史聚落未来胜算不大啊。所以过去的10年来，它的最大的痛苦就是其实真正就在面对这样一个都市开发的压力啊。那在这种压力之下，聚落的登录就成为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所有权人或者是相关的所有权人，他们的意见就会变成是一个主导性的意见。请教一下处长，刚刚说了嘛，地方居民两岸并存，一个是希望你的神济堂至少150年，它相当的完整，可以登录为市定古迹。那两侧互动，你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历史聚落目前在审议委员上是不通过的。那另外请教一下，那在市定古迹上，现在有新的讨论结果吗？下一个有关于市定古迹的一个部分在我们今年的一个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里面，包括神济堂还有左右互动的一个部分这边已经有审议通过为市定古迹。好，处长说了我们的神济堂像绳子一样一节一节的串下来，希望后代子孙连绵不绝，已经被指定为市定古迹。不过现在还是等待正式的公告那这样一个单点式的建筑，对于在地方想要继续延续这样的历史性的空间，跟想要创造它的历史背景，地方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公部门在这时候就已经要功成身退了吗？还是要持续的来协助从旁辅导呢？你协看一下，杨皮狗准备继续关心。好，欢迎大家准到出面台会来讨论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历史聚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台湾呢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开始在各县市都有这样子的历史聚落被设置登录起来了简单介绍给大家看到，一年比一年多。最早在2006年的时候，看到离岛的澎湖就有万安花巷，花莲县有林田山的林业聚落。然后呢，到2008年、2009年，你看一下就增加3个，离岛连江县有1个，台南有1个，屏东县的五沟水。但我们特别来专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第一个客家的历史聚落再来往下看到，2010年的时候，一样连江的芹壁，澎湖的。刚刚看到了万安花宅，它本来就已经是县市政府所指定的历史聚落，结果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它的地位再升级，由中央文化部来指定为重要的历史聚落。好，那再来看到2011年到2015年整理了好多北投啦、宝藏岩啦、金门、虎尾。全国呢，现在总共有12个历史聚落，其中有1个是重要历史聚落。我们大家看起来，独中台湾中半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历史聚落。那如果说从社区营造都做了10年，有很深的一个历史脉络纹理的水对聚落，都还是资格不足，没有办法变成历史聚落。那也很好奇，中台湾到底还有没有地方可以作为历史聚落的经营呢？刚刚乡亲朋友看到我们的五沟水，它在屏东的万峦这一个传统的客家庄，它是最早被登录为历史聚落的客家庄。我们来看看它的例子，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所处的外部环境跟内部上的成员的组织到底是在哪一些有一些差别？你透过下边嘅样片，共下来讨论。屏东万峦五沟水以四等水准实体发展出特别嘅客家文化，也因为有丰富嘅生态同传统建筑。2008年，本屏东县政府登录咗次乐保存区。520公顷嘅次落地帶，看得到有藝術價值嘅建築特色，客家鄉民生活嘅文化。我覺得五溝水跟一般的聚落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第一它的生態很豐富，就它在地有那個湧泉濕地，那再主要是它當地有社區的居民是還
就是活生生的一个聚落，然后不像在五沟水聚落登陆之前的那个望安花宅，基本上那个花宅聚落是已经没有人在居住的。可是五沟水这个聚落是现在都一直还有人在居住在那边的一个情况。一米家是新竹竹东街客家字体，2012年到2014年，是用4年嘅時間，同屏東萬萬街五溝水村落做過前一屆田野調查，佢認為現屆村落管理同生態嘅管理特強下，係五溝水村落珍貴同成人嘅素材。另外，一米家也認為保存地方文化資產，可必要充分條件嘅配合。登陸村落外國係有意義同環境性。文資法目前對那個像古蹟歷史建築和聚落，古蹟歷史建築基本上它就只單針對建築物。那我覺得聚落在跟這些建築物之間的差別，就是它強調的是整個建築物跟這個建築環境的一個關係。那文資法給它劃定為聚落保存區之後，可以對整個環境的保護是比較有利的，而不是只是單棟的建築物。而家村落嘅發展跨越歲月同時空，見證鄉民生活歷史，反映幾百年來文化嘅進展同變化，也差唔多完整記錄先民開山打拿嘅滄桑同辛苦。文化人看來，欣賞一個村落就像打開一本地方發展史，同文化意識抬頭嘅一下，文化資產嗰個應該擴張到村落嘅概念。可以看到哈，其實呢，五溝水聚落這個五溝村，它是全區登錄為歷史聚落，將近有510公頃，比起我們的水隊0.8公頃，那大了將近500倍哈。所以你看到，其實4個莊頭的這樣子大大小小的歷史建物就有超過40座，所以它在規模上，還有建築物的完整度上，都是非常強項的。那透過影片可以看到，其實不只是有建物之外，在地也辦取了社區營造的課程，不管是講座還是體驗導覽，多多的促進在地居民跟社區外的人之間的互動，讓這樣的聚落是永遠有活水一般的在裡面生活的哦。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聚落的影片，我問題想要請教一下黃慶生黃老師，一個活的歷史聚落是大家居民所嚮往的，希望它可以真正在這個實際的意義上延續過去的那種生活的方式。我們看到五溝水的例子哦，不只是說五溝水它會受到眾所矚目之外，屏東縣政府對它有高度的青睞，事實上它也得到了客家委員會給它的資金的挹注。所以看到它如果把自己的成績做起來了，公部門你不用等着去求他，他就會想要來沾上邊了。申請經費那是源源不絕，所以看得到說，在這個自己這個聚落怎麼樣活化做得更多，可以跟公部門之間的力量是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一味的希望他們的經費能夠下來，才能夠做得更多。這方面你們有過考量或思考嗎？水隊社區要像屏東五溝水這樣的一個樣態，我覺得是不可能。大範圍不可能，但是我們的精神內涵要怎麼樣充實？雖然在地居民他有他的這樣共識，這麼多年來的社造以及這個從不認識自己家鄉文化更來認同、更來處理的時候，可是又怎麼樣去對待已經有一些環視金竹環視在水隊社區待價而沽的開發計劃呢？所以我自己要回過頭來的是，還是要改變的是政府的一個觀念、一個做法。包括我想在這裡要呼籲林市長，這個101年的時候，這個都發局在舊政府時代所做的針對於高鐵門戶區，以前叫鎮南休閒專區，幾次送審，10幾年來都被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打回來。理由是說，台中市都市計劃已經這麼多了，為什麼還有這樣的一個對農業區的開發計劃呢？第二個，他提出建議，針對於法子溪以及南屯溪流域裡面，希望市政府要對水藍帶與綠帶以及傳統聚落做適當的規劃，做低密度的開發。101年都發局有按照這個指導的理由，提出了他們的一個想象，或者調整方案。調整方案裡面有5個方向，其中有一個方向就是什麼？保留具有歷史價值的水隊聚落，為台中市空間發展保存歷史記憶。剛剛處長講了嘛，現在歷史聚落就是沒有通過啊，跟你講的那個願景方向不一樣啊。所以我要說的，如果這個
历史聚落没有被通过的话，那保太证多事不能林佳龙做市长下一次提的到内都委还是被打回来。好，先谢谢你，请你到这边。那李老师要补充。从2004年开始，胡市长所提出的是超过了1800公顷的都市计划，1800公顷，所以后来范围有缩小了。1800公顷有多大？你们知道吗？就是快要30个东海大学的校园啊，那么大的一个重划区啊，所以在正平，从那个时候就一直被土地炒作不断的拉高土地的价值，所以整个这附近的所有的大部分的这些的我们传统的聚落就一个一个消失，在胡市长那任内的文化资产的这个审议，事实上他是不愿意让他通过的。那他不能通过，或者是没办法通过，也跟投资在这块土地的所有人的意见有关系。可是，在新的市政府来了以后，处长也换人了，大部分的我们的文资处的理解也完全改观了。所以我刚才有特别提到，在水队的文化资产的身份上面，最终应该是会有身份的。那我想把时间开放给现场的乡亲朋友，对于水队聚落这个过去最早汉人开发移垦的地方哦，将来希望它可以在公部门上的如何的协助，你们地方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事，你们的想象是什么？有一些建议要提的。我们先开放。我较早是文化部去查哦，过去记录记录补助几啊亿啦，这也通过。甲政府关系是中央文化部的代志啊。所以你那单人通过有记录来，你才有要开始走吗？迄是文化部的代志，甲政府关系啊记录。那自己有没有想要多做一点社区的改造啊？有啊，我这办哦，践行哦，动用办啊。我文化局哦，动用先计划啊，嘿啦，是讲拜托长官敢支持哦。补充什么资料哦，敢支持，我来报啦。你用查查我就来啊，这我往外行的啦。谢谢。如果说地方居民的意识很高，大家一起展现那样团结心理，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这位小姐，当台中市他已经大量的去把从化的基地、老厝什么都毁掉的时候，请问一下，国中小的老师他怎么教乡土教育？怎么教台中市的发展史？而今天水队聚落，它就刚好在黎明路跟环中路的中间而已。如果它完整保留，包括所有的其他的规划，一块地完整的保留，它是为教育而做。如果今天文化部不能支持了这一个教育的单元而来处理的话，那是他失职，目光如豆。所以你是说，如果将来南屯区这个历史聚落产皮都是高楼大厦，那跟七期从化区的高楼大厦有什么两样？后代子孙看不出识别度。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大概在4年前呢，我们抢救旧南屯溪河道，我们禁止建商、禁止这个炒地皮的人把旧南屯溪的河道盖掉。我们要求说，旁边有老树。旁边有水队，旁边有枫树社区，枫树社区里面还有古道。我们站在这一个水队聚落的大门口，你往东边走，你会走过丰乐巷，走过丰乐巷，你就会到枫树社区的旧聚落，就是这个枫树巷古道。走了枫树巷古道，你就会到万总军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正皮里、中和里还有南屯地区的祖先。当他们如果要埋葬的话，全部都是要经过水队、经过枫树，然后到那个地方去望南。是望南就是要回故乡。这个地景地貌的价值性，可能不是用金钱算的哈，那是很长远永续的一件事情。还有乡亲朋友也要发言。其实我刚刚对文资处长讲到的就是说，保留聚落或是保留任何的文化资产，不能够只有徒留建筑，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但是我想要请问，就是政府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是开发把人赶走之后，这个文化资产会更像这个聚落，会更像个文化，会更像那个聚落，会更有人的味道，还是说把人留在这边，把聚落留着？它这个聚落才会像一个聚落。我只是想要问这个问题。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聚落，这边的聚落应该算是以农业聚落，它是一个农业文化的聚落。好，那农业文化的聚落就是谈的是聚落人的居住，还有它这边的农业文化嘛，它农业活动嘛。那如果说文资处真的认为人这个聚落的活动是很重要的，那他应该要把农业文化这件事情拉进来。那我想要请我目前看到的，在
不管是内政部也好，或是台中市都委会在审这个案子里面，他所有的记录里面，我几乎没有看到农业局有参与所谓这些审议过程。这个案子这个状况就让我回想到清水产业园区那个时候要开发的时候，在最后一场林佳龙市长来开座谈会，跟大家宣布说暂停开发之后，农业局长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清水产业园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的要审议、要规划，他们都没有邀请农业局参加。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其实台中市的树木保护条例也是在水队发生的。然后我们来看整个环中路的沿线，各位看两岸啊，两边只要开发区，所有的树都铲平，唯独就只有水堆聚落的北侧的10几棵保留。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呼吁了，其实尤其是文资处，它应该是启动引导社区营造。不是只有单单的审议而已啊！如果一直在停留过去的审议的那个价值观、那个行动，我会觉得很可惜。是不是能够主动出击，把文化资产的审议变成一个活的文化资产的宣扬？然后另外，我认为水堆聚落如果将来它有古迹，在聚落的永续，对在地居民，以我长期的观察。居民能不能把树种回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为这个代表，如果树能够在这个土地生长，代表对外面的投资客或者留家后代、现在地的居民是有相当的认同感。如果树种不回来，我相信它后面会很坎坷啊。是，谢谢。在讲到这个历史聚落的保存，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避免提到这个高铁门户专区的规划，也就刚刚乡亲们也有提到的，它的前身就是镇南的休闲专业园区。那它又可以为我们这边南屯的发展聚落，可以带来什么样一定的保障，或者是说新的发展呢？阔阔嘅农地有散基嘅面屋，也有细型嘅村落。台中市南屯區嘅建平里同中和里嘅附近，大約254公頃嘅範圍，市政府按算作為高鐵台中車頭門戶都市計劃，作為高鐵車頭嘅發電福氣同核心發電區。因為即擺才是農地，因為這較早現有台中市區就敢若剩7地爾，我是希望伊做整個通盤檢討，搞那裡去做通盤檢討，以後採取都市計劃的方式來開發，我們是不愛讓伊開發。前年底啦，我們就是在那邊辦那個迷失小熊特展的時候，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公民團體、環保團體，甚至於一些那個婦幼的團體其實我們都很希望能夠保留這一塊最後的在台中市區最後的一塊良田。10年前，計劃變名按照高鐵台中車頭門戶地區變更案，公民團體同環保團體有無相關嘅意見。發展到呢下，台中市政府已經決定將原地保留當地老屋、老樹同水路，不過部分人士還係唔放心。其實之前有提到這個休閒農業特區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引頸盼望啊，但是當然已經炒作好幾波了，所以有點難。那再加上最近的市政府似乎也希望在烏日這個高鐵這個特區能夠作為將來的什麼立法院的預定地所以我想開發可能很難逆轉。那我們是希望能夠以對環境最友善的方式來維護那塊土地啦。土開發同文化資產保存面臨衝突，甚至愛做連下嘅細節。愛重視蔓延，唔愛重視蔓延，應該愛完全規劃，就應該完全配套，直接當然說服對方。因為當這個細節，自家弄個其他自家嘅立場去講法去偏負。唔過前生態工作書，當場係一個講起來簡單，做起來冇簡單嘅準則，就看公民意識嘅成熟度同公部門嘅實踐施壓。好，我們把本來是0.8公頃要申請成歷史聚落的水隊聚落，再拉更高一點，透過空拍的想象來看到其實這個高鐵門戶計劃總共有154公頃看到其實這裡就是我們的正平，這裡是我們的中和大概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那过去呢，其实这一块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有很多历史的纹理跟脉络在里面。我们来看到有哪一些点呢？哒哒哒。这里这个青荣宫就是我们讲说正平的精神武术啊，哈，还有我们的沁园堂水队聚落、皇家鼓楼都在这个区块。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文资处的处长，刚刚湘琴有提到几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文化局可以是从旁协助，再加上鼓励的角色，主动起到带领的作用，来认识整理这些重要的历史聚落跟遗迹，协助地方好好的来做活化跟维护。这方面的积极带头作用，是不是他们更期待你们能够为这些历史遗迹来做的呢？南屯水队的一个保存，其实我觉得它有很多种工具，那工具不是只有说你最后一定走到文化资产保存，我一定要登录为聚落，有别的路径哈？当然有别的路径啊。其实我刚才讲的，如果我南屯聚落的一个那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嘛，我社区居民有没有可能在我还没有成为所谓的文化资产身份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些动作，先帮我将我的一个风貌的维持，那个地景地貌先维持下来。其实我们文化资产保存法讲得很清楚，我变成聚落之后，我要启动一个什么？我要把它变更为特定专用区。比如说历史风貌区啊，或什么保存区啊，它铁定不会是叫什么住宅区、商业区。那我可以，可是我在还没有变成聚落之前，我可不可以现在都市计划在拟定，我可不可以给它一个其他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分区，然后将它框限在那边，然后跟对于它将来一个地景风貌建筑的形式做一些规范，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有很多工具可以用，但是可能大家最后都是觉得啊，我要做文化资产，最后我一定落实到文化资产保存法。当然这些可能很多资讯我们还是会需要说跟大家做一些沟通、做了解的。那至于说公部门的协助，我想这一块的部分，我们将来我们会再寻求跟比如说我们江老师这边，我们理事长这边，还有我们李老师这边，我们会多多沟通，看有什么样的协助。是，谢谢处长。这个高铁门户计划区，从名字上看起来好像是要服务高铁哈，其实倒也不是啦，它是从它的交通优势来定这样一个门户计划区哈。照市政府的规划，将来有5大的产业可以进驻到这个园区里面，希望呢是将来可以对环境是最友善或最低度发展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来做这一块。那地方居民就会想说，好，那借着这样子也是尊重绿意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希望这样子的古迹可以跟发展共存？这个问题我先请教李老师，这个门户计划是不是也可以扣到您刚刚提到的？现在我们把神济堂定为市定古迹，周边的我们将来还可以慢慢做，知道大家共识是有的。高铁门户计划这个都市计划，它其实是一个未来计划，当它还没有被审议通过之前。它其实都是虚拟的计划，还不是会真正具体的。那以内政部都委会已经退了2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给的要求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低密度发展的一个计划。所以刚刚在讲那个高楼的发展，如果按照内都委会所要求的，它是不应该会高楼发展。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会不会改变，它都还不是定案。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说，过去的10年我协助水队在做这个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这个过程里头，我看到的是都市计划不断的要来在这个地区里面去做高强度的发展。那我现在也看到，在未来的10年，这个都市计划它应该是转变成一个低密度的一个发展。我不晓得10年以后会不会再改变，老实讲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未来都市计划，它变成一个休闲生态园区，这个概念其实是并不，只是个愿景，做不做得到不知道。那江先生，我请教一下，现在我们水队聚落2旁的护龙0.8公顷总面积的这个历史聚落，已经是不通过的情况之下，未来你们后续有想要怎么做吗？这几年看到投资客这样的纷纷扰扰，我个人本身是投入在自然农田的深耕，我期待我在有生之年，我自己的聚落的老树能够种回来，因为那个很伤啊。再来就是刘家的整个祭祀行为，包含我们在地的社区理事长每年也有在拜公妈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生活文化点点滴滴，唤醒大家对这个聚落这个历史的重视。
能够把它真的把文化生活化，然后一些大灶厨房、一些空间能够慢慢整理，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这10几年我们一直在努力，水堆要真正公共化。将来它如果在都市计划的整个发展，它如果没有真正公共化，而且是特定私有化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个文化资产的那个效益价值会贬低。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刘家的后代还有现住户能够以这样的价值去宣扬？我这个可以来见证。好，谢谢你。我们也请里长。像我们那个水堆这边，也是说地主跟原住民他们的投资客，他是一来就想说，这里环境这么好，或许我可以来这里盖个房子。但是这个在还没有定案之前，他们也是可以通过，就这样子要盖，所以把那个树也埋没了。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我的任内啦，真的是有一点无奈。所以里长其实听起来，在地方只要不是土地二手交易后来的新地主，在地居民，包括像看到江先生、黄老师们，都是有很高的向心力，希望这块地方他们是可以永久居住。其实不会羡慕外面的高楼大厦，或者是把土地高价卖出，是这样吗？是的。你看到的很多的里民是这样。因为我在地生根啊，我也是来这边也是30几年了。虽然是在大鱼池那边，那是以前的练美街哈，现在是练美街，以前是大鱼池，那也是我们那个万和宫老二妈的娘家啊，我也是那边的子孙，然后到这边30几年，那边只有住了20几年，但是那个妈祖那个形象，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里，因为以前父母亲常常提到说妈妈那个妈祖显灵什么历史这样子，到后来这样子的，我们万和宫这边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就把那个之前他们古厝本来也是要一些建商要去盖房子。结果还是救回来了。还是想要保留呢哈。好，先谢谢里长。所以文资处的处长，我请教一下，从里长这边代表发言看到很多戏里面，在地的那个感情面向还蛮浓的哈。刚刚您提到说，其实哈这个社区营造或者历史聚落先造人，好，大家共同来维护。然后呢，不可能是只是一味期待政府部门给他这个历史建物上的这个限制跟保障，你觉得这样比较有效？不过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外在环境开发的压力。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例子，台东池上的万安社区，台东县政府把它划定文化景观保留区之后，本来准备在那边插旗的建商或者是新地主，就知难而退了，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保留下来。现在在地居民，我记得他们的提问想要来请教您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从政府部门来给他一个身份上的保障、法定地位上的确立，让那些想要来投资的炒地皮的那些投资客不会再对这里心生觊觎，是不是才是可以留一条永续的路，让地方的居民可以后慢慢的再来生根的？他们这样的提问，我请教您。如果要继续想，还是要去走文资的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法定规定是没有说，既然已经审查不通过了，我们没有说，就不能够再下一步，不会，你还是可以提。刚才我们里长讲说，我们除了后来的一些投资者以外，我们在地的居民都很乐意去把它保留下来。那么可能就是说，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回归到社区总体营造，由下而上，我们不要等到说，或许我已经这样会变成文化那个登录的聚落，然后有经费下来补助，不要等那么久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我不要再让什么其他的破坏地景地貌的行为产生，我的建筑形式那种价值性什么，我不要再毁坏。不要让每次，比如说我来这边一次，然后每一次我都有不同的感受，那感受是什么？可能会是负面的。我至少要维持到现在，甚至说我们透过自己的力量，有办法的话，可以把它先自己改造得更好。我觉得是从几个观点，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可以好好的去努力的。好，谢谢处长的说明。我们的神济堂
现在等着公告被定为是世境的古迹，所以在这个历史的价值程度上是肯定的。那周边的护龙0.8公顷的这个历史聚落还奇渣一着哈，那到底欠缺的是什么？到底是在地居民的共识力量呢，还是还有一些公共化的论述需要协助的？最后，我们是不是请李教授给我们在地建议，也针对这样的观点做一些最后你的观点？当然是这个样子哈，这个文化资产都要先跨出第一步了。那像台中市的后里马场，刚开始也是有几个马厩先定为古迹，然后之后才慢慢有一定的园区被指定再扩充成为文化景观等等之类的。那也就是说，一个对象，一个文资的对象，它可能会符合指定，这个都是在实务上面都是过往都是有很多的案例可循。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水队而言哈，因为它的过去的这种讨论过于复杂，跟它的相关的关系也太过于复杂，所以文资跨出了第一步。那这个第一步对我来讲，我认为一定是一个最正向、最好的一个。老师把它看成是喜事呢，觉得这希望无穷。好，老师觉得是希望无穷。最后黄老师代表地方的意见，我们也是更是认为是喜事一桩，而且是而后延续的更多复合式文化资产，甚至今天处长也有提到的，或许也可以来协助社区里面把它变成一个历史风貌保存区的一个概念啊，也是可以来做成一个公部门可以实力的地方。老师讲的计划那么多哦，然后变数也很多。不过呢，大家现在看到，目前以现在大家合力动员的情况之下，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那紧紧抓住这一线光呢，人白大家为个用而走，可能我们等下基本讨论就会就结果的。不过也提供安样个讨论本大家看到，其实大家对在地生活嘅环境嘅减轻，运用个实际来落实，也可能都值得大家来参考的。今晚出面台会嘅讨论就到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下期礼拜再会。